即將迎嚟51歲生日嘅雙料視后佘詩曼，早前以一身極具質感嘅優雅打扮出席首飾品牌活動，其絕佳嘅凍齡外貌同埋逆天身材，隨即喺各大社交平台上發起網民熱烈討論。喺活動訪問中呢，佢被問及有冇曾經收過難忘而且具備承諾意義嘅戒指嘅時候，阿佘就坦言話自己確實曾經獲贈過意思太重嘅戒指啦，但最終都選擇咗婉拒。佢仲話已經係過去式咯。呢一番真誠嘅言論意外勾起咗大眾嘅好奇心，更令到佢早年一段轟動全港嘅經典舊聞再度浮面。呢一番戒指意思太重嘅言論，令到不少網民聯想起佢同男星陳浩民嘅一段情。回顧喺2006年，佘詩曼踏入31歲生日嘅時候，當時有傳同佢拍拖3年嘅陳浩民豪花400萬港元為佢舉辦咗盛大嘅生日派對，更邀請咗圈中好多好友出席，包括鄭伊健、苗僑偉夫婦等等。據當時嘅報道話咧，兩人喺派對上面甜蜜互動，打情罵俏。到咗凌晨嘅時分，陳浩民就喺好友起哄之下當眾跪地求婚，佘詩曼被指感動默許，兩人更擁抱激吻咗半分鐘。可惜呢一段情呢最終未有開花結果㗎，有指係因為男方長期喺外地工作，加上身邊緋聞不斷，令到當時專注於事業嘅佘詩曼最終決定斬斷4年情。如今多年已經過去啦，網民重溫呢一段往事嘅時候，睇到佘詩曼多年嚟始終保持住極佳嘅狀態同埋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大家都覺得佢當初清醒同埋獨立嘅決定係非常明智啊！當年佢拒絕咗意思太重嘅求婚戒指，如今嘅阿佘雖然維持單身狀態，但係佢嘅精神世界就無比豐富，身邊更充滿咗純粹嘅愛意。就喺最近，阿佘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一則最新嘅動態，佢親自揸車同好友陳山聰嘅5歲兒子，亦都係佢最心愛嘅契仔 Jaco 展開咗一段溫馨嘅2人世界約會。人細鬼大嘅 Jaco 唔單止喺同契媽撐台腳嘅時候，偷偷地咁遞上一張寫住 I love you 1000嘅手寫字條，將阿佘冧到爆。更精彩嘅係，當兩人喺超級市場度買咗一大堆戰利品之後，5歲嘅 Jaco 竟然突然之間展現出超凡嘅紳士風度，主動提出要幫契媽拎購物袋。當時阿佘想主動出手幫忙，但係 Jaco 竟然一邊拎住比佢半個人仲要大嘅購物袋，一邊非常神氣咁樣同契媽講：呢啲嘢梗係男仔做噶啦。呢句充滿男子氣概嘅金句，瞬間就將阿佘同埋全網民都徹底融化啦。當年冇勉強步入婚姻城堡，如今收到契仔毫無保留、最純粹體貼嘅1000個愛意。近年阿佘事業再創高峰，用實力證明女性唔一定要依附世俗嘅承諾，亦都可以活成最幸福嘅女王。唔知大家對佘詩曼呢一段同陳浩民嘅求婚舊聞，以及今日同契仔 Jaco 甜到爆嘅互動，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。如果你哋都喜歡用呢一種客觀大方嘅角度跟進明星資訊，聽娛樂，我哋下期再見。